世界万行界，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暗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你敢有关心到在台地所发生的这个起厝的事件？这个事件带予你什么感想呢？阮兜的边仔在起厝，那么应该了解什么定数，才会通顾到规家口的安全甲幸福。而且公家单位敢讲拢无事，救苦救难的是自己，唔是什么观音大师。咱今仔日好好来讨论。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大地工程技師，嘛是韓國德林科技大學土木系兼任講師張鳳清。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第二位建築安全理律的協會創會理事長戴芬發。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三位不動產會計師，嘛是兼任律師劉業旭。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那麼首先，和觀眾朋友來小來回憶一下，這件代志到底內面是安怎來去覺察？台北市台底的大樓已經崩去、鼓落去。那麼今仔日咧過到了後，那麼第三屆開放給民眾登去摕物件啦。另外，台北市政府提出了第2份啊，所有這個假口額的這個申請。那麼其中啊，要個假口額的這個基台建設啊，6195萬，法院依照着真歹認定基台建設有債務異常啦，所以來駁回哦。市長邱萬安來表示講，啊無我就愛尊重啊，但是來表示愛研究看賣，對着建商要來提出告訴。車子開了又不是那個危險區。啊，這樣就不行，那死腦筋嘛！大聲抗議，民眾是有夠生氣，就是因為車無法度入去到封鎖線鬥搬厝，基台施工無細緻，造成台北市台地的徛階段的落去。13時做第2鋪和第3鋪，登去厝摕物件，民眾抓準時間會當搬就緊搬。你會覺得3次不夠嗎？怎麼會夠呢？那淨身跑出來的，啊！你現在說你跟所有的家當3次能夠搬得完嗎？血壓都飆高了，還說什麼？我們要看觀測的報告，由技師來認定，在允許的情況之下，一定盡量來讓民眾來取物，但是它的前提一定是安全第一。為了要求基台建設來負責任，台北市政府是送贈申請2鋪的假口額，不過第1鋪假口額的申請結果是被駁回。也會跟律師團隊再來研究是否為災民爭取任何的權益，這是我們一定會做。尊重法院的認定，謝謝法院願意就是站在公正的立場去做判斷。公司的立場也是尊重律師府所採取的一切司法作為。律師嘛進一步講，若法院認為講有任何的疑慮需要說明，基台攏會配合。台北市法務局一回應講，市府敢會提起控告，市府的律師團等待評估。記者綜合報道。咱已經經過了4、5天，咱們來討論這，主要是第一。那麼在整個事件發生了，咱還佫唔知影什麼原因的進程，咱無清晰啊，來凊彩來談論這個代誌。但是對着大家來講，這當然啦，每一個人攏都愛處理吼。那麼除非你是流浪漢，那麼你一定有厝，你的邊仔也有可能會拄住這種代誌。咱首先要來問講，這犯這個錯誤，那麼真濟人講。這是真正是真低級錯誤，真低路的錯誤。敢是安尼？伊是挑工還是故意的？還是真無注意大主大？到底是安怎？主持人，首先啊，就是針對這個台地這個基台建設這個案件吼，愛先知影講伊是安怎破壞，吼，啥物情況破壞？哈。那一般，那阮台地技師來判斷，是膨拱破壞，就是所謂的隆起破壞。膨龜起來。對，膨龜。啊，這甲土壤異化無關係，因為咱來看到這個這個地質圖，這是咱大地技師黃克少技師伊所
帮咱做的吼。咱即马看到在为地下3米甲地下27米这青色的拢是黏土，伊的 N 值大概2到3之间。N 值是啥物物？N 值就是讲吼，我做一个试验，就用一个63几公斤的物件去甲地，去甲断落去。断落，伊若愈多就是断18公分，还是几公分、30公分，伊会当断几个。伊若落30公分，伊可能2个就变 N 值12。伊若断30公分落，N 值是20，是毋是 ？N 值愈悬，伊的土壤的强度就愈悬。哦，所以 N 值是用咱一个实验来判断伊的土壤的强度好还歹的基本的一个判断依据。所以应该安尼讲，土壤若是愈强愈定，来做这个地基是愈好。对。会使安尼讲吼。对。所以，但是咱一般人，咱咧起厝买厝，咱才会知影这。对，所以就是这个问题。所以伊犯的错误，在你的判断，这是真低路的错误，还是疏忽去？咱来看这个图吼，就咱这有帮大家整理吼，就是讲吼，即马黏土有遮高吼，差不多20几米、24米左右吼。那咱基台建设吼，伊开挖深度是咧遮，就是11.5。吼，你这差不多为地下落甲11.5，这是伊要开挖的迄个深度。是。因为伊做第三站要做停车场，伊挖到这站。吼你看，安尼啊，挖到这站嘛是搁咧黏土嘛。一般咱黏土伊的膨胀的破坏，就是因为你土壤的强度足低，所以咱做连续壁，甲这开挖深度有关的，挡不掉。一般是咱来判断讲，这爱偌深的连续壁，甲这开挖深度的关系爱了掉。老师，你的意思是，你规矩讲应该挖较深就对啊啦。对，这灌入深度，这连续壁的灌入深度应该较深的。不管安怎如何，咱后见之明，应该就是挖较深，较无代志。毋是挖较深，就是连续壁甲堵落较深。对，你挖愈深是愈危险，但是你挖迄个深度，你连续壁爱做偌深，这是有一个关系。是，我才请教理事长。理事长在您的看法，这是天灾还是人为？我想讲，我的台语哦，较袂练转啊吼。我有专业物件，我可能用国语跟大家分享哦。我就讲，厝爱起好，爱安全，有两个代志拢爱做到，同时做到。哈，一个是好的设计，一个是好的施工品质。好，那以针对这个大直基泰这个案子来讲的地下工程的规个施工吼，我底下看，我是刚刚讲，这边的拄好阮技术讲的吼，大地技师讲的讲土质就歹，土质就歹。以前阮做设计的时阵，我们当然知道说土质就歹，我的挡土支撑我连续壁我可能要做得够强壮，无够强会软啊，会软会变位嘛。而且伊拄好伊的基土壤的性质差2米差2米就到岩盘啦。所以讲，那无爱规矩讲啊。对，你有土质足歹的，佫差剩2米，你就给足用的。我以前做设计，我一定讲，我就给2米安尼。为了要升级，安尼就无啦。我们要尊重设计的想法，只是说以我们在看这个议题，土质这么差，风险足悬呢，足悬呢，足危险的。土壤 N 值遐歹的时阵，你可能随便搅动一下，就几乎快跟水一样，你知道吗？扰动起来就惊死人啊！因为咱即摆拢是后见之明啦，看甲真要求讲，伊毋那是隔壁厝边啊尔，伊去拖甲对面的车路的这个学校整个围墙规拢放去这就表示讲这真严重的代志。你若讲做一个专业人士，迄阵时伊有其他的考量，敢会当安尼来做这种考量？如果是理事长你家己来去做，你敢会规矩拍甲严盘去？对，所以我在讲伊的设计的部分就算
较大胆，都比较胆子比较大。没有的话，基本上要有一样的所在，你一定要确保它以后不要失败，这是一个方案嘛，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讲，我有简单用一个啊，是连续壁爱施工的时阵有无伊要施工的时阵土质修歹，随便动一下，边仔临房就裂了。所以说他在做的每个动作之前，你可能像我们这个在临房侧有厝的所在，爱做类似微型桩，还没有施工任何动作之前，先把它做一些旁边的补救补强，卖公花一个坑，随便一个洞旁边就裂了，因为土壤太软弱了。所以我们以前所以个定针啊，底边啊，保护你要开挖的时候，它旁边不会扰动太多，厝较边啊厝较袂闭，较袂有问题。类似这个里面这个小桩15公分直径左右内底搁爱放梯啊，这样确保它的开挖的时阵较安全。你拄仔讲连续壁查2米就到岩盘嘛，你就加做2米，你就足放心的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讲。拄仔有讲一个容器啦内底土质无好的时阵你开挖的时阵，你爱做这个支撑嘛顶间建起来，顶起来，顶间有现场的长官讲，去到现场安尼哔哔叭叭啊，有声啦，有声，啥物叽哔哔叭叭因为李长迄天拄到迄大直理的李长，伊就讲，离现场一些长官那个监管处的长官跟他讲。这个毛栓毛栓的声音毛栓被挤压到已经隆起来了，动没掉，哔哔叭叭，哔哔叭叭，开始哔哔叭叭啦。所以讲，伊讲我们挑过几款声，就恐怖的安尼。伊有比讲，他一接来的哔哔叭叭会隆起的时阵伊这支型钢内底下骹爱做基桩，也做较用的，比较不会被翘起来。类似安尼啦还有一个就是说。土质遐歹的所在拄仔讲，我们也是长型的嘛我这是另外一个案例啦我说别的案例会怎么做？安尼较长的所在安尼类似安尼有你形基地形状安尼啦，安尼毋是足够变形的所以你这边一个刀挡住，一个地中壁挡住，袂顶袂动，你就足用的，就袂安尼，较袂安尼翘起来。所以像讲你这土质遐歹的所在，我们一般会这样做。确保这几个都是可行的方案，而且我们在做的时候，这成本的高给我做，没啦，成本都是这边增加那边增加，就是钱嘛，预算嘛只是说我们在做这个东西，你说这土质不好，很多人说，我咧退休啦，我讲安尼给我做，爱省啦但每个案子大小不一样。敢讲安尼天文数字？没啦，主要是讲，主要是讲，足侪地下工程是算临时措施啊。临时措施就比如讲盖厝起好这就较无效的啊。以前他们有些观念可能认为说，我可以抢，我抢袂过我就弹掉安尼啦。我抢袂过我就尽量抢。你是要抢啦？可是他这个就有点夸张。为什么我说夸张？因为他已经临房已经裂得那么严重了，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那个裂得那么严重的时候，事实上他那时候的监测的系统。就会有问题了。咱就知影讲，迄网站伊家己内部网站就哔哔叫安尼。嘿，所以讲我的意思是讲，你临房已经裂得乱七八糟之后，你现在新开发的案子都会有监测系统，都规定要好，比如我们像这个旁边黄色的临房都有呈现的监测，倾斜变位的监测基地旁边的马路四周都有呈现点监测，连续壁变位的监测，拢有嘛，拢有。你的数据拢足清楚的，拢偌济拢快清楚，你已经都排到。我知，你处长，你的意思是真弯，我啦，迄个弯，讲这不是天灾啦，这是人为啦。这是专业做得到的。我从规划设计就可以做到一些事情。那我从施工的一些细节、数据回馈，我也知道要做处理。只要是你这些都没有处理的时候，你还继续往下挖，那不是？开玩笑，好，安尼这我先来请教老律师律师，咱也知影讲，其实今年的2月份、1月份就开始有发生这代志，伊也去订正，去市政府订正，但是呢，这有市议员所写，伊讲建商求援兼裁判，
伊讲哦，迄阵是台北市的建筑施工损林事件前期处理规则，这是市政府家己改的规则。第6条吼，第1项，林损户向都发局来申诉了公共安全以及责任归属，由检方认定，检方家己来认定。第7条第1项，检方认定无危害人防，就会当继续来施工。第8条1项1款，检方认定林损与施工无关，都发局就无要列管受损户只能自救。律师，你认为市政府有责任无？这个部分我们都有去看这个台北市的这个规则哈。那这个规则的话，就是刚刚主持人讲到这个第6条的地方哈，就是由建商来做这个初步安全认定书哦，然后这个什么责任归属的初步认定书也都是由建商还有建商聘请的一些监造人还有承造人来签章。那这个客观上它的中立性就是大家诟病的，已经球员兼裁判的。那早期像我们估价师也是，就是估价的时候大部分都是由建商来委托，那民众就会觉得，那你估价师是会偏袒建商？对啊，对啊。所以起码就是这个是建议，就是我们是希望这个也是一开始就是由都发局来委任这个第三方的公证单位。这本队是有公部门是有角色哦，伊是甲改起来哦。这是你认为这个市政府敢无责任吗？公部门可能因为他人力的关系啦，那他们可能不想要去担这个责任。这有算渎职无？对啊。对啊，是不是？这因为你是律师嘛，你认为这有渎职的关系？没有啊，因为他就把责任撇得很干净啊，所以他不会有责任啊。不，我的意思是讲，以应管而未管，这市政府敢无法律的责任吗？我觉得就是不太这样的设计是制度设计是变得很差啦，这样感觉政府就是没有责任去担保这个认定书。那我是建议由这个政府，他之后会去找个第三方鉴定单位，直接来判断会比较好，这样政府的责任也比较轻，然后透过抽签的方式去改变这个制度，这样建商也不会去影响这个鉴定单位啦。我是觉得这样会比较好。因为其他5都啦，甲伊做法就无共款啊。像桃园市我所知，桃园市的市政府伊是100%改制，伊是100%改制无。其他的县市有的程度无一定啦，30%、60%安怎都安怎。即我毋是干那要单来讲台北市政府，我是讲公部门乃至到整个台湾的县市政府，因为这是地方事务啦。我要请教的张老师，你认为呢？我认为就是咱主持人拄仔讲的，这代志若涉及公共安全都毋是人民私有财产的问题。公部门，咱政府都爱有一点改进嘛。对。你上无你讲无方便改进，你像这个地理事长，恁是这个建筑安全努力协会嘛？恁这个会当来做这品保的这个裁判嘛？恁敢有这个能力？应该是有这个专业，嘛有这个公信力嘛？你认为呢？这部分是一定阮协会来做，这一定是无问题啦吼。不过外口嘛足侪，比如土木技师工会、结构技师工会、建筑师工会。工会团体嘛，足侪专业人士拢会使做，这是一定无问题。我是看讲，台北市这个新版本伊安尼写感觉足奇怪的，安尼我厝壁啦有问题啊，个14天内会同建造方勘察看有没有问题，再制作初步安全认定书，30天内。再来搞一个损害责任归属初步认定书，两个初步认定书就牢固啊，而且最终只有经监造方及承造人签章后，只有送都发局备查。比查呢？我还没有采取行动啊！我厝要倒啊，你给我你看谁半工啊？这个就有点缓不济急啦。所以我是觉得说，其实。现在我们的深开挖，我一直强调一件事情，都有做监测系统。
监测系统就已经很清楚、很明白的把你房子的任何状况、林地的状况、邻房的状况一清二楚出来。那假如你监测系统的数据是往不好的走，有没有？那这个时候它是，比如我们工地刚开始挖，我只有挖一点点呢，哇，邻房开始有问题，马上就应该马上先停，看监测系统的变化。好，假如是负面的，赶快还在小范围开挖嘛，如何补救？如何补强？如何来做补救措施？确保都稳定了啊，再继续施工。好，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方法。那今天你有花钱做监测系统，只是聊备一格，政府也认为说，做这个要做啊，他也不管。那工程人员对这个东西来讲，规定要做的啊也不看，啊都已经有状况了，也置之不理。那这样当然就是，我觉得太可惜了。以专业来讲。你这有些数据变化，你用刚刚讲的方式去处理的话，你就可以把问题解决。而且政府今天讲到邻房有这些纠纷的时候，很简单，把工地的监测系统拿出来看，观测他说好，那你现在密集观测，假如你稳定，我给你继续盖嘛。好，假如你不稳定，你当然要解决才可以盖啊，没有的话，你的邻房的问题一定越来越严重啊。所以说，他用他现在的这个游戏规则，其实是。不是专业的解决问题。咱来看这个图表就知影吼，这6度哦，其他的县市我就莫讲吼，6度啦。台北市0%度，通知建商勘查干责人签章市政府比查，这是2022年郭文铁做市长的时阵所改的。这我唔是针对郭前市长，我是咧讲。市政府必须要有一个妥善的说法，是安怎要改这物件？因为进前的旧版本2013年，迄是都发局立管的呢，是人力无够，人数无够，走到下箍几万份，拢无法度看。因为你看台中市是20%啦，通知起责人、先责人、干责人受损斗阵。勘查是通知啊，这是台中市，你嘛要注意哦。新北市30%通知先责人、干责人到场勘查，若无处理，市政府跌。这字真艺术哦，大家注意哦。一般的民众你看这跌就是也喜，也可以不得，也会使，也袂使伊要做歹做，拢在意叫做跌会同相关工会会派员至现场勘查，这30%，这新北市。台南50%，通知起责人、先责人、干责人，必要时阵，市政府以干责人先勘验。好，这市政府角色。桃园市起责人、先责人、干责人，市政府一同勘查，这是桃园市。高雄市免讲，主管机关派人勘查。我咧奇怪咯，是高雄市人力较充足，还是台北市真正拢拼袂赴啊？我实在是因为咱毋是这道的啦，我要请教着张老师，是人力的问题，还是伊想讲要较干性？什么原因啊？主持人，我透早敢若有看到迄个进前副市长黄先生的酸酸的脸书啦吼。伊的讲法是讲吼，咱古版本写讲吼，由申请人、起造人或承造人及监造方会勘，那并由监造方认定是否属施工损害，都发局列管嘛。监造方认定，新的伊修的重点是甲营造场的专利技术搁来诱入来，就是讲按2个拢爱签名。你建商较送备查，但是这我感觉重点就是咱拄仔讲的，时间拖伤长啊，因为就拖到1个月去啊。对，因为第2阶段虽然民众若是有意见，会当就开始上检鉴定，搁会当去申诉，但是拖到迄阵袂赴啊，所以这第1个阶段吼，虽然甲技术有啦，有伊的考量袂歹，但是吼，你政府爱理解。是毋是爱判断到底是
建商的人去判断，还是第三方，还是你政府爱判断？你要有一个游戏规则，吼，为着这公共安全有一个游戏规则。我是真朴素吼，咧想啦。你政府单位，你公家机构，你嘛较加薄诶。对啊，你像有一个文吼，就是咱112年8月31吼，台北市发的文，因为之前咧信义区的迄个天坑事件呐，已经去想到这个问题啊。他就写他的主旨是说吼，即日起，本市新建建筑工程开挖深度超过14公尺或地下室超过4层的建筑工程，承造人应于受委托团体召开施工计划审查会时，通知或召集邻近住户出席施工说明会一节，请查照。就是讲，即马政府想到讲，你开挖若是较危险的，较深的，14公尺以上的，你爱甲住户叫来开会。啊，你既然要甲叫来开会，你是毋是规气剩这个？你要好人做到对。这款较严重的，你就爱。今仔伊这干那还佫12公尺不够呢，还佫无12公尺呢。伊这是明显的这惊避免着这个法令的这规范呢。那超过12公尺应该安全嘛，对不对？是不是安尼讲？伊这就是甲迄个结构外省的12公尺无共，伊这是特别讲施工前施工会议要召集邻居来开会，这个。议题我互观众朋友了解吼，今仔日唔是咱咧挑工讲我较巧，因较戆，咱是咧想讲，咱这项代志唔得发生伫我厝诶。我要来请教律师吼，律师，那拄着这种代志，咱睇下看，一定假扣押。法院就讲啊，因为债务正常啊，伊假扣押伊就袂当甲扣押。哇，啊这是。我算讲这是基台是上市公司啦，吼，所以人因拢为来，因都觉得累积狂啦，吼，啊，这真正你袂当靠押呢，啊，对着民众要安怎交代？你感觉若拄着这种代志，要安怎来处理呢？好，我来讲吼，那这个我们有假扣押啦，就是现在蒋市府还有在帮民众申请假扣押吼，但是假扣押跟以前不一样。现在越来越难了，这其实不是他们的问题，是法院的审核越来越难了。那法院要判断的标准就是他要看你是不是日后不能强制执行，那就是说你要知道基泰有没有在脱产。如果基泰有在脱产，或是他把他的公司给掏空，可是我们一般人怎么可能会知道这个讯息？可能要他们内部员工爆料，或者是你发现他们公司的资产已经上仲介的网站上去拍卖，赶快把那些资产处分掉，那这个时候你才有可能去假扣押，不然现在这个阶段你要去假扣押很难呐，完全无法度。基本上应该第二次还是会被驳回啦，除非法院考虑这是大家瞩目的案件，不然我再补充一个，就是一般来说我们车祸的时候，可能被一个流浪汉撞到，我们可能会想说赶快把他的财产假扣押，怕他没钱赔嘛。可是啊，你要先那个流浪汉他要明确拒绝你说他要不赔，你要先他有明确这个表示，你要给法院看，然后他也要就是说他不愿意赔。好，安尼不要紧，安尼就是我简单问，市政府敢唔让代位求偿、代位求偿？不行呢。嘛袂使。袂使，因为这个是，因为他们是侵害那个地主的那个权益。对啊，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代位，市府没办法做这件事情，嘛袂使。只能帮他们请律师而已。这是因为这是咱拢知影讲，这是公共安全，而且厝边隔壁，你观众朋友，你若去到台电了，迄现场来看，哇，你敢若地动的啦。迄车路啊碰鼓起来，啊，迄个学校边仔围墙哦，规拢崩去，啊，车路啊裂开，你感觉讲哦，这是地牛咧翻新吗？啊，这已经公共安全了呢。这个公共安全难道袂当以这理由去执行着任何法律行动？譬如讲叫伊汇款汇1亿，伊就讲我汇来我家己富邦的口座，因为恁某咪人也未签，所以我袂当去安尼。这到底
这我的意思，我替观众朋友问啦，讲以后若发生类似的事件时阵，会当有较有效、较互民众安心的方式来处置吗？敢有？我根据我的研究啦，因为这个如果要这个基泰有3个法律责任，一个是民事的，那一个是行政的责任，就是行政机关会处罚他，还有再来就是刑事上的责任，就是王世坚议员前几天有告发他这个煽情罪，对，还有那个就是影响到他那个建筑的有问题啦，就是影响那个公共安全的那个刑法的部分。那可是要违反那个法令都有一个问题，就是要举证他是故意的，所以刑事的责任你要举证他故意，但这很难，因为爱基检讲伊是故意调工的。系啊，这我要来请教2位专家，在恁来看，即摆现主时发生的物件，这是应注意未注意嘛？会当认定讲是调工的吗？李署长，你先讲。其实这个问题基本上工地的深开挖都有临房的一些观测系统，各方面监测系统都非常的完备，这些数值就显示你的问题。所以说一般来讲，假如有一些变形的时候，他就说，你要注意咯。我听讲伊咧内部的网站已经开始哔哔哔啊。对啊，所以这一点他已经到行动值、危险值了。那你不但没有作为，没有去停下来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你反而继续去抢攻，赶快把它做完。我觉得那个心态上就变成有点说，我就抢就对了啦。会侥幸嘿啦，我就抢过了，我就没事了。我抢不过怎么办？以前我都有过哦，哪知道这一次那么严重？所以以前可能在他旁边的房子都蛮辛苦的，就是裂啊、漏水问题一堆。那到最后他还是要修补嘛。可是我房子本来好好的，你把我搞到裂的、漏水的再修补，还是没那么好嘛。好，那可是他认为他这样可能总成本算起来工期还比较快，省个移开也好啦。就变讲这盖手袂过所以反而造成了一个真正的房子的少掉一层，而且旁边整个基地整个问题很严重，才变成这一次的大事件。这也是他始料未及的，所以我是觉得说，你说他是不是故意的？我觉得这是应该是心态有点苟且，我觉得是不对的哈。盖房子不能这样哈，因为一定要以这有前科呢，以及在2014伫5星街吼，嘛是类似的事件。我这赶快问题要请教到这个张老师，你认为调工啊故意？主持人吼，我遮看这个咱建筑物基础构造的设计规范吼，伊才有提到一个讲一条吼，就开挖安全监测吼。对基地开挖的它的目的哈，其中有一个哈是说，责任鉴定的佐证，哈，就是讲你监测的资料会当作为你责任的判断。按理来讲，咱都有讲，那个监测会有一些警戒警戒值跟警戒值，警戒值就是你要烦恼啊，你看这有啥物问题那状况行动值讲你袂使去做啊，你爱停，爱全部停落来。既然那是咱对这警戒值跟行动值的定义是安尼，你监测就是会当来做这个判断责任哦。你行动值你搁袂使失讲你搁做。老大的讲你一直落落去。对，这就是会当证明是故意。若袂当故意嘛是未必故意，就是你任由他去。未必故意。对，所以这个责任就王世坚去告发，会当用这个。监测记录去佐证这样。那你接我来请教律师吧。主持人，我刚刚听他们2位的说法，我有被他们说服。好，觉得他可能有预见会发生这件事情。是，如果他有预见会发生这件事情，那他就有故意这样。安尼这阵时，法院而且检察官会让申请讲，我要甲加扣啊。哎呀，会使嘛？对啊。这有责任就会当来加扣啊。不管你是有啥物脱产无脱产，我就一定要甲你执行的加扣啊。对啊，对哦，对不对？对。好。这是头一站，所以咱互观众朋友一个概念：你厝里若有隔壁你个咧乌物件，你若有离去，你先法庭这阵是要找啥？找媒体吗？找咱新港界吗？唔是，爱找啥？政府，爱找政府嘛？对哦，是不是？所以咱都要讲，政府在这个受到那个居民的呈报，也是讲你即摆主动开会。你这是不是要一个机制，把这监测的资料
邻近的居民也能够分享得到，知道到底你现在工地的状况是什么样。是啊，我真正我这其实我嘛一个疑问呢，因这定情户吼，对2月已经开始定情，啊，人甲你回看了后，啊，呼呼的讲啊，无代志无代志，啊，安尼你就转去。我毋是讲恁住户是像无毒，是感觉讲是啥物情形之下，恁厝会离开，啊，你会去用说服讲无代志，啊，继续来哦，啊，你会当困较好。这我是无都理解啦，吼，咱来看这图表，第2022月份开始开工吼，3月份2摆哦，1999来定情，吼，4月12孙林申请书通知建商进行鉴定，回函讲无危险，吼，6月17哦，已经建管处以建商回函，这我来趣味。4月12日，你建管处6月17才回函，啊是，这是什么回函的速度哦？啊，5月7日，民众再度提出孙林申请书，吼，啊结果处理甲超过4月份同款，7月6號同款回函講認定不列管，這我要請教理事長，這案呢？市政府敢無責任嗎？哦，这个若是講看到這個數字，啊，市政府未去解釋講，咱來邀請第三方來看人，一直講嘛。難道市政府無做這個動作，無責任嗎？你認為？这部分我是剛講，這些老百姓吼，足可憐的啦，哦，納稅人啊，納了半天，結果旁邊蓋房子出代誌安尼啊，求助無門。我觉得这个政府的这个一些有关这个部分的一个管理的政策，真的到了真的要改变了。因为像我都会建议说，做法上很简单嘛，你有监测系统啊，有零损事件，政府就开始针对监测系统严控嘛，严格控管，而且要固定的定期回报，那你就很清楚知道这个工地的状况了。所以政府来讲，它就是很简单。而且，假如还有一些要判定的东西、专业的东西，工地的工程师可能不够专业，你可以请技师工会团体来协助专业的判读。所以市府人员他没有这个专业素养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政府事情很多，你看给补一点嘛，他行政工作他好好做好，专业工作给专业团体做，大家都把事情做得又快又好，老百姓又有安全有保障，干嘛哈？对哦，安尼就简单呢，100%做到。所以我说以前没有做没关系。我嘛刚刚透过这一次的这个灾害灾损之后，我也在很多地方呼吁政府，后盖你就安尼做就好啊，大家都放心安尼啦。说不要说把这个当个案，说是谁没有良心，谁没有做好。事实上很多案子都会这样发生，因为你的游戏规则是这样，那以后一直都会发生。因为咱睇看6都咱是看到6都是安尼哦，其他的县市我相信情形也未好到倒位去啊。咱来看这个。咱人顺便来自救吼，施工进行预防啊，接受建商开工进行委托技术现况鉴定，对，像阮兜隔壁开始咧起厝，哦，真积极哦，阮住喺台北市吼，这个信义区的边缘吼，走5行街啊，伊来红单啊，叫你一定爱到位伫厝里等，技术要来做鉴定。因为后手若有发生讲，我这离开，你会当摕这个，我进前无的相片啊对照，看倒位，我来调工等伫厝里，爱请假爱等伊，人伊真正来，还佫来3摆，1摆无，2摆无，3摆来，这第一。第二，施工当中你若有人损你要卡1999，爱调处，第三，勘查，派员通知这个勘查，各县市的处理方式无同，就是他讲，我相信这个过程要改变。第四，协商赔偿该修复，这第5，协商失败，这个免讲啊，要第三方鉴定。这我来请教理事长，即马讲有第三方鉴定，这单位除了这譬如讲大地技术工会啊、建筑技术工会、土木的，还是讲像恁这个所谓的这个安全履历协会，
这拢会当吹嘛，吼。对，即摆吼工会团体足侪啦，吼，拢会使做这工作。所以讲后盖你讲现况鉴定，我就讲一般临房现况鉴定，我们呼吁消费者吼尽量参加，因为你没有参加的时候，以后没办法判断啊。好，啊你以后有纠纷的时候，我多三人共500你就建设公司找个律师来跟你对话，啊你有给添没吼？哎呀，所以说临房现况鉴定，大家尽可能参加吼。那以后假如有问题的时候，一定会找技师工会团体吼，再来做那个损害鉴定，两个对照之后，而且他会把状况是多少的损害，费用是多少，拢会写出来，所以安尼大家就有个依据来判读。无即摆安尼我看吼，因这后手吼机台吼，我相信因的经验也不足啦，吼啊这面对着这个损害这个民众的心吼，即摆佫一个咧，咱看到是厝边受损的咧，迄已经甲买厝的也卖咧。伊迄33号，即摆卖了31号啊呢。即我来请教律师吼，已经卖出去的厝地，即摆伊佫袂当，因为我根据我的了解吼，即毋知律师的意见是安怎？根据我的了解，伊即买即个预售的吼，你袂当以即种条件来讲，我即摆要退，袂使退嘛，是毋是安尼？那个预售屋的部分，可能因为这个案子就会影响到他后续的施工了。因为如果他是想要跟隔壁的土地一起合建，就是这个倒塌的基地一起合建，那可能隔壁的案子就会施工就会比较晚，那有可能就要赔偿。拖掉。对就要赔偿。但是比如讲，我若买这个预售的这个机台台底，啊，我卖啊，我即马我袂当抽提呢。照这个合约这个合约的这个进程，我即马买预售的所在，我伊无拖着即个交厝的即个时间进度啊，佫无拖慢的时阵，我无法度要求在即阵时阵，我讲我卖啊，袂使呢。袂使啊，嘿，而且因为我们内政部有规定一个，因为我们实务上他们建商的合约，还有现在他们列管的合约，现在合约通常都要报到地政单位去列管。好，那这个列管的合约都有一个定一个那个范本，还有一个预售屋买卖定型化契约应记载不得记载事项。那这个如果说你单方面说你不买了，那可能被建商可能要罚到可能18%、15%的违约金都有可能。那很多人就觉得，哎，还是再撑一下。等或者是对啊。等到想要伊起了慢了，我才个要求讲我要来退。对，哎。啊，袂当加强赔偿吗？要看他有没有如期完工。如果没有如期完工，那可以要求赔。他有约定一个完工期限，他通常会拉得很长，所以通常他会在期间内达标的。哇，这就包赢的就对啊。对。所以咱要买厝，咱买预售的时阵，要安怎来看讲，伊这合理的这个起厝的时间，咱嘛唔是专业啊，咱必须要来找第三方，看来别人看，还是讲，譬如讲找恁有估价师，或者是有这个结构师，恁的经验，再来看讲，这个起厝起得太慢了吧，下的时间就伤久啊吧，无咱一般人要安怎看？是毋是安尼？是安尼。我感觉预售这个部分吼，可能会当为情势变更的法律去制定。情势变更。对啊，因为你即马本来已经咧起啊，起到邦落，这是一个合约的条件的重大改变啦。我感觉消费者应该会当抓到这点吼，去主张讲要解约，还是要叫这建商你有法度如期无？你回复我，你若无法度，咱就当改约。我感觉思考可能会当为遮，因为放落去啊，这后壁到底当时足咸的啊，系啊，当时会当开始搁起来，无人知啊。会当到底会当搁起袂嘛？无一定啊。因为即摆现场已经灌控股率落去啊嘛，拢甲填平啊，系啊。灌控股率就即嘛去学吼，我有问过朋友，可能要甲即个控股率搁学起来，所以爱一档啦。即个厝是显然就起袂完啊嘛，起袂完啊，即摆甲请求讲，你钱互我退，应该是会使吧？你若是照即个咱安全努力的协会这立场来看。我想说哈，就是说法律的东西可能律师比较专业，不过工期的部分我大概说明一下。以前在盖房子的时候，大部分大家都15天就可以盖一层，对嘛？那现在哈
缺工缺料，很多都要30天才一次，30天，有的甚至于比他还久。那所以说，现在台湾的法令是怎样？他在写这个建造工期的时候，都写很长，都写非常长。可是对建筑业者而言哦，他不会故意要盖很久，他最希望就是最好12天一层哦，它更好啦，越短越好。所以说，他虽然那个日期写很长，可是每一家建设公司都是想办法用最快的时间把它盖好，这对他来讲是获利最大的嘛。对哦，所以说他不会故意盖很久，可是对消费者而言，他那个日期都写很久了，所以说他不会一般的建筑案，他就跟你讲说，我一定想办法赶快盖完，我怎么可能浪费我的钱在那边跟你慢慢盖？可是就是他是担心很多比如像缺工、社会上各方面的问题，所以一般人他那个日期都写很久。好，所以说像这个就会造成说，你今天这个案子有这个问题，就会对消费者来讲就比较没有保障。来补充一下，那个一般来说这种合约都会约定它的开工期限，还有取得使用执照的期限。那如果他违反这个开工期限跟使用执照期限，买方是有可能解约的这样。但是他都要你听刘老师讲的，遮久啊，无讲。基本上写就久的啦，10年我跟我10年的。对啊，就写10年啊，我有看过，我讲我写10年，我讲这足咸的啦。但是伊即摆他都张老师所讲的，即摆经济必变啦，你规个场所你空句你显然你都起袂到，应该会当来请求来退款吧？那这你徛律师的立场，你认为咧？因为这个合约写得很死，你除非法官同情你啦，不然很难啦。法官来同情咱，我就已经咧真正是有够衰尾道人啦。这厝也毋是我起，也毋是我学，我敢若拖徛伫边啊。啊，搁较衰的是咧学校，我感觉这学校有影实在有够衰。过了一条车路安尼，啊，规个围墙拢倒去，啊，拢碰骨起来。这在结果，尤其咱做大地技术的这立场啊，你认为这个角位啊，是不是必须要做完全专新的这个检查，才通好安全？我要补充咱拄啊讲到的问题吼。即马这个图吼，咱这基台大地咧是咧这个土地嘛吼，伊边啊拄啊有一个720平的建案、都更案咧做。那一般咱大地吼，甲咱民众有关心说，这两个工地同时咧做，进前这住户啊，伊咧厝咧壁嘛有想讲，是毋是即个造成的？两个咧杀责任啦，咱来对，咱来看伊的，就是咱拄仔讲过，讲咱来配合伊的土质甲伊的大地基础的开挖的设计来比较看卖，看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吼。咱来看这个图吼。基台大地吼，伊的开挖深度是11.95米，11.95，橘色这一条吼，咱差不多比例这样子吼。要大值吼，这个基地吼，伊的开挖深度16.3。为什么会无共？因为一个做地下3，一个做地下4。这是因为伊基地加一站啦，设计的问题。伊工法嘛无共款，一个叫做顺拍。对哦，一个叫做逆打，咱即马看连续壁好啊，咱先看连续壁吼。基泰大直伊的连续壁吼，伊是长度是24米，咱差不多到遮，这个要大直，它伊的连续壁伊写讲吼30.5米，或是开挖面下路沿是1米，因为你看我们看这个地质图吼，其实30.5米已经在有岩盘了，已经拍到岩盘。对，他又说，要不然就是要路沿，所以这2个条件就是其实他都有满足。所以第一个要大直，它的连续壁是路沿，它起来掉了。对，就是因为安尼起来掉。过来吼，就是让要大直有拄啊咱那个代理市长讲的，伊有做一寡地中壁、浮壁，佮有做地改。咱基泰大直吼，除了开，什么拢无，有伊做地改，咱拄啊看，咱叫一个。你有观众朋友一个概念，什么地质改良？好，地质改良吼，我今仔有炸一寡模型来吼，讲咱今仔
咱的土就是黏土吼，这是我透早去文具店买的啦吼。啊，黏土你看哦，如果加了水，吼，我都甲包起来，咱赶快的物件透早买，包起来，那个是软个。那敢若落雨糜咧。啊，若无水若较好，就变安尼。啊，恩慈很低的，讲我即摆拍落，我就停落，安尼恩慈即款都无好嘛吼。啊，为着要改良即款无好的迄个土壤，吼，我就去做迄个地质就是改良砖。这阿米孔，就是我灌阿米孔。灌阿米孔的。对，我也是加一寡材料，甲这土壤拉用起来。啊，今讲好，我即摆就是灌入去。像基泰大子，它是做梅花桩吼，就是排列大概是这样。啊，好，排列是这样。好，树平见风的艺术啊。对，梅花桩啦，就是讲穿插，它没有，它是这样穿插的哈。假设5根就好了。啊，这装机做差不多偌长啊？第一只，咱家有一个图吼，就是伊的基泰的地质改良桩吼，它是桩径是80公分吼的地质改良桩，啊，它的长度。加粗哦，80公分。嘿，啊，长度是从地表下11.5到地表下25。啊，咱拄仔讲连续壁是2.4，啊，伊即马地质改良桩比连续壁多1米而已。哦，但是佫无加到这圆盘啦。对，嘛是无加到。啊，即马好，啊，即马咱拢讲哦，灌入去啊，哦，这土壤是毋是有较定啊？吼，咱倒起来，因为。一般咱存这个图来表示讲，哦，咱爱拍较底嘛，拍较正对吼，今日用拍较正。啊，咱即马开挖，开挖，今日讲哦，这乌条啊，这乌条啊。啊，咱若是要这个方向，有拄到这低啊，是毋较定。啊，但是咱塑性膨胀碰估吼是为侧向力不平衡。啊，今日这若是要侧向力，我。定落根本这无效啊，无效嘛。所以就是改良中这个对侧向膨胀的这力量拢无发挥无效啊，所以就变成完全这个失败。咱即马有技术朋友拢嘛咧讲吼，讲其实吼机台这个吼，若是连续壁做较好，也是这地改装有一项做了好，都无问题。都无可能安尼。啊，就是拄好2项拢有问题。拢问题。这个无力淹盘，啊嘛是膨胀拢有只安尼膨出来，啊这个存在呢，你力量根本这低够效，低落去就舞出来，对啊，根本无法度抵抗我这水平的力量嘛。你有法度抵抗承载力、土壤的强度，但是你水平的来根本无帮助嘛。我凊彩地就变形。所以以这个案件来看，如果伊有创这个地中壁。还是讲湖壁，对，应该经营比较差吧？对，是，你是这样。我就刚刚这2个案子在旁边，我们刚刚讲的基泰大直，我们建议说应该要怎么做的东西，其实上你看我们盛德福建是，人有真正的我们专业建议的东西，人家就真正专业在做啊，不就没问题？所以我是说，其实。真正是每个建设公司，他在面对一个建筑的一个安全品质的态度很重要。像以这2个案子一比较，我们就可以马上看到说，盛德福建设他们在这一块，该入园的我入园稳定而且不但稳定，比较已经那个连续壁就比较不会动了。我还用专业的那个地中壁再把它顶住，更确保再改良。所以壁多之间会较阿个较紧掉。就变讲这里土壤这么软弱，大家都知道是很危险的时候，专业者有良心的建筑业者就是很用心的要把该做的事情把它做确实。我觉得这就是专业上很值得肯定的地方。这咱如何要来看讲，都一个较专业，都一个较无。咱一般人敢知影讲，这个地段买厝台地足好，住遐敢若天龙国安尼，咱真赞安尼。所以讲，这有变讲。一个健身公司，他们就是要品牌是要永续经营嘛。你每次在赌的时候，你赌输一次，哇，那你就因为博2人倒场你赌输你就一次1命毁于一旦了。所以我想说，
也透过这个一个对照组，你看，原来圣德湖他有花心思把这件事做好，大家也不知道，透过这个一比较就知道说，你看圣德湖建设跟相对而言，你是上尾时间，你甲人讲，你有感觉讲，咱不管如何，在事前、事中、事后，拢必须要有第三方的团体站出来监督也好，来公开资讯也好，好保障咱一般人的这个徛街安全。这一定要的哈。施工之前，临房现况鉴定，技师工会来做，所以这建议地主那个屋主一定要来参加。第二，现场施工的监测数据，工地人员跟政府都要一起来密切的去公开啦，而且对有问题的时候要找技师工会来专业协助处理，以后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